開發商依家放直招啦，揀一個紅綠燈就係珠海嘅樓盤咧，依家送埋港澳兩地車牌，仲有咧補貼23萬俾你，首期只需要6萬蚊就上車啦。究竟係點樣嘅咧？我哋去睇下。門口就係港澳直通巴士站啦，14分鐘可以去到港北口岸珠海城軌站，15分鐘可以去到廣州大橋，可以話係港澳嘅後花園啦。1個半鐘咧可以去到香港嘅，同埋咧我哋28蚊咧就可以去到深圳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睇翻呢間184房2廳2衛南北對流雙露台設計，一邊可以望園林，一邊可以望江景，得房率有97%，全新精裝交標，即買即入住，入住率已經有80%嘅啦。樓下咧商業配套齊全，鋪位全部開晒嘅。咁靚嘅地段，咁好嘅環境，只需要1/3嘅珠海樓價就係攞低啦，仲有咁多嘅優惠政策，仲嗱嗱聲 call 我睇樓。我係極仔，歡迎留言私信俾我，下集見。